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开正红时。声声缘分，久久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这像爱缘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，我只有零丝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声声缘分，久久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情也像爱也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，我只有零丝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何小姐，搁生气咧？伊透早就办出院啊呢。出院，伊的伤还袂好啊。啊，毋过伊坚是要出院，阮嘛无法度啊。啊，伊敢有一张飞，讲要留互你哦。多谢你。蔡小姐，多谢你甲我讲遐尼济话，你的坚强使我真钦佩。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振作起来，好好活落去。搁一摆甲你说多谢，高准来。希望你会当好好啊拍拼。咱来到遮，爱迄边甲会看开啊，这片规拢阿火啊。哦，阿火的土地遮大片啊！嘿啊嘿。哦，啊这风景遮水，啊搁靠海边，嘿。啊这来去海岛游乐园哦，一定大饱。对对对对。手啊，这张支票你收起。无啦，我该收支票要怎？哎呀，免紧张啦，这毋是要互你的啦，这是要土地定金的啦。你去甲阿火啊讲，阿火啊若答应吼，这张支票你就甲订咧，安尼毋才有准算。啊，伊答应支票嘛，就爱你互伊，才叫我咧。你是在三班兄弟呢？啊，你摕互伊，甲我摕互有啥物无共款？咱两个自细汉就穿几只褂大。你会做人，我太了解，所以哦，这件代志爱拜托你处理。哦，免安尼，啊，你著信任我会到，无我替你送好啦。没啊，另外这张哦，你收起。我啥收起？要互你啊。啥要我？孔明相啦。啊。这个土地若讲有成哦，后壁还阁一条足大条要互你。无啦，这代志都讲袂好势咧，啊，这20万我袂用收的啦。哎，你是咧客气啥啦？先收起来再讲嘛。别安尼，无我贪财来，谢谢啦。哈，啊，这是一只开300万要阿火啊！啊，但是有影无？哎，无影，我今天敢会假咧？小姐，我包括要300万的支票。哎，啊，你哪会用抢的啦？啊，等下你也破去是要安怎啦？买啦，我还足细腻。这300万若是我的世界钱，不知要多好。哎呦，保定啊，你若啊，你甲看啦，啊，胭脂去转开支票，安尼这是要咱领钱啦？无印着字，无印，这
起来，我紧啦，我紧。有影哟，安尼了有哦，我。你唔好再三八啦，吼。食过一张。啊，哪有这20万？孔明秀呢？你的哟。你的啦，那趁偌济拢嘛你的。嘿，这海家来讲哦，代志若讲成了，后壁一条搁大条。有影，要搁互咱。哎呀，哎呦，那真好看。哎呀，你以后莫宣传长啦，宣传长爱开钱呢。你规气吼去做空工啊，较好赚呐。嗯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叫我干嘛？我没叫你啊。我咧叫大树。哎呦，我是说大事不妙啦。你来阮兜有办有好事呢，啊，你到底有啥物大事不妙啦？天福家闹鬼。闹鬼？老王啊，你危言耸听哦！啊，这款话你咧通啊世界咧大细声话，你是奸产呢？这你也咧相信？我当然不相信啊。可是最近村子里面的人呢来报案，说一到晚上啊，就看到天福家里面有人影在动，绘声绘影的，人心浮动，谣言满天飞啊。啊，人安尼讲，你就要甲听入去哦。哎呦，迄无的确是落流浪汉，看天后因兜无人带，去借大的款。村长啊，村子里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是来告诉你一声。春天木啊，我要去巡逻啊。讲到这个老王哦，啊有够安尼愈食愈倒酒啦。这什么时代啊？搁咧讲鬼，我足铁气，我足不爱信。哦，鬼这代志足歹讲，你有信神信佛无？有啊。啊，有神有佛就有鬼啊。哎，我无爱甲你讲这啦。反正吼，咱是一条肠啊烫尻川的人，咱若无做亏心事吼，准有鬼嘛唔惊会来弄门。唔惊，无你硬去看卖啊。你咧叫我去的款哦。嘿啊。我唔惊啊。唔惊你去啊？啊，你跟我来啊。哦，你唔惊你去，阮足惊，我唔敢去。哟。你哦，无定啊，咱唔惊，因暗你跟我斗阵来。去给我。这乌影会出过啦！哦，你想要上班路过啊？无当你后摆唔通对啦。去电甲开去。你开袂到啦？哎呦，叫你做一个工课，来啦，我来啦。哎，啊，真正还无电就对。哎呦，我煞袂记的啦，我电话钱拢无来共咱。安尼电去用加去啊啦！这哦，你拄讲有影咧倒？走开啦！啊，有影出过啦。哪有影？我明明都看到。你敢会目睭看尾去？我目睭就到你可以看尾去。无啦，吼。哪有啥物啦？你无等下，你规日莫地来，我家己来看卖啦。啥物人影？这鸟啊！
鬼咧。咱紧来转。要转无行啊，行啦。你爱啥啦？我啊啦，大树的啦。你是挑工的哦，你挑工要来遮吓惊我的啦。你毋是讲你不爱来？我来这会吓惊你。你毋知你生做足惊人的哦。你都也袂惊？吼。啊，找有鬼无啦？无啦，咱紧来转啦，我足惊啦。是啊，哪会无着恁两个某壁鬼啦？吼，甲恁出门。行啦，行啦。哎，跳过去了，来便当啊！哦，这胖诶，这只最后这只。嘿，喂，你脚袂好啊，等你脚好才洗啦吼。你莫啰嗦，洗就洗啊，洗车哦，我敢会输你。嘿嘿嘿，哎，对，真济啦，咱是食饭吼，将洗好无？我都要啦。哎，歹势歹势。哎，你好，头家，你顺手洗一车无？洗车。嘿，好啦好啦，好，点票。哦，这车袂洗好，过来一只。这阵嘛要死哪海？即马我拼到要死。哦，笨豆腰啊！哎，大爷，头家，头家，要洗车无？离婚啊哈？快咯。谁骗我？这是我的秘密，有人再来我的后面。对。这边，来这。好哩。好哩。哦，今日有够衰啊，都是两个害人精。
来讲这种话啦？我安怎？我敢有讲唔对？我哪有够衰啦？为着恁两个结婚哦，伤心到去互车弄着。你个阵还无车弄着，你这人安怎？有要紧无？当然有要紧啊！你已经死啊！免伫遐假啊！搁较安怎假也无成啊！你若真正关心俊啊，你会忍心离开？俊来哦，去互车弄死，拢是你害的。俊啊！俊啊！小平，你甲刘静的人，小平，小平。小平，小姐，你行落来啊！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小姐，你行落来啊！小平，你有要紧无？粪扫啊？阿嫂啊，迄天哦，你著叫我吼摕一卡乌色的咧粪扫袋啊，我逐日嘛捡甲清气清气哦，你嘛讲 OK， 啊你嘛有顺过，啊这哪有粪扫啊？安尼？什么味啊？那是鸟鼠的味哦。哎哟，物件歹去啊啦！啊，这哪有这个菜啦？这菜拄仔着我收的安怎？冰箱哪有遮侪物件啦？有人来过，毋知倒位流浪汉，安尼一位啊，咱两个毋得在遐住伤久，赶紧来报警啦！这老王啊，这老王。3点啊啦！老王啊！你是要不人知哦，讲甲这大声，莫讲话啦。会啊！啊，你来傻落来要创啥？3点啊！要转去哦。稍等稍等，老王啊，你看安怎较好？以我的判断哦，他今天晚上应该不会回来了。干嘛呢？啊。赶快吃。
啊，手真紧，无抓着啦。哎，无抓着就好，你看恁小妹啊，搁咧起三八啊，讲伊看到鬼啦。嘿啦嘿啦，我看到鬼啦，迄鬼是阿强啦。鬼是阿强。嘿啦，我看到足清楚的是阿强，无毋对啦。目睭花，就看一个体型啊，差不多当作阿强。哪有可能啦？我爱看伊看10几年，哪有可能看毋对啦？是阿强无毋对啦，阿强啦。无可能是阿强啦！你真正有影吼，莫怪我讲你三八。阿强若是看到咱，毋着紧我来甲咱相认毋才对。怎么看到咱都走互咱捉？迄毋是啦。如果阿强还活着，那他现在吃的、住的、用的、花的都成问题了，他应该来找我们才对呀。都对。等，敢咪阿强无死？啊？有可能哦。咱目前为止哦，阿强报是失踪人口呢，咱无甲报死亡哦，拢总无找到尸体。要若无尸体哦，有可能还搁活在世间啦。安尼哦，天好就要断药树啊啦。有影啦。哎呦，他无死是走倒。陈天木啊，这三更半夜这边不好吧？我们回去再说，好不好？回家，来，看一个影生一个囝。村长伯啊，村长姆啊，王伯伯，我即摆暂时还无法度甲恁见面，等我替阮阿爸阿母报仇了后，我才会当互恁知影我无死，请恁原谅我。我已经叫文华遮济工啊，这几工以来，毋知影蔡明雄甲丽玲的心情是安怎。如果伊若已经无计较这件代志，那你我的牺牲，阁有啥物价值？啥啦？今天我妈要找你啦。秋萍啊，是我啦。紧来啦！我专工来找你啦，要甲你讲一个天大地大的好消息啦！遮济啦！哎呦，我若甲你讲完，你就坐袂牢啊啦！你注意听哦，阿强无死，已经倒转来啊啦！无死，你真正无死，你讲真个无死？是啦，伊无死啦！我做爸爸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无比钱啊！好啊啦，村长伯，这强人嘞？哎，在恁兜啦，一个乌影安尼xuất过去哦，保定仔有看到伊的面啦，啊，要甲捉，啊，就捉无着咧。对，休困者啊，食一个鸡仔饼啊，吼。我无想要食。哎呦，食一个鸡仔饼3分钟尔啦，吼，食一个啊。莫遐拼啦，咱讲安怎拼吼，嘛拼袂来谈文化。我讲的敢有毋对？谈文化因厝咧开新馆的呢，一工吼趁几落10万呢。啊，你遐洗车吼，3年哦嘛趁无伊一工。你莫甲我讲到这个人。好，我莫讲，我喺边仔食饼。头家，大家好，我这里服务是我的工人啊。食鸡仔饼。我小弟在替你服务啊，吼。大家好，你是要拍一打无？好，头家，头家，大家好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头家，大家好。
大，像我唔对，我该回去咧。佮我做乌龟，你是家己照大心？王领导，我无这个意思啦，我甲你回去咧。下时咧就要准拄线，佮拍。是。我怕。伊会甲你出来约会哦，拢是我安排的啦。王领导，你莫生气啦，我甲你跪啦吼。让人带走。是。看人带走，像啊！王领导，我求你啊，莫让人带走啦，王领导。要救伊的命，传500万的换。这边都是。我好啊。秀姬啊，阮阿爸阿母若转来，麻烦你甲讲一声，讲我临时有代志，要转来故乡一逝，过2天就转来啊。小奶奶，你敢无爱去病院甲先生讲一声？对啦，秋萍，爱甲文华讲者较有影啦。好啦。喂，我是啦，互你哦。你讲阵来互人掠去，对方是啥？乌龙。伊要爱你500万交互准人，啊你哪会先去报警啦？我两讲啊，报警准人就无命啦。500万遐济，我唔知要安怎，所以才打电话找你想办法。什么？哎呦，我听啦，喂，何你话啊？我传你妈啦。传你妈？你即摆人咧倒？何你话？传你妈，你爱救准人啊？在，莫紧张，啊，咱即摆乌龙人咧。我唔知啊，伊也无我讲，我有伊的名片啦。安尼我来联络。 500万怎好势啊？哎呦，知人三不变，甲遐简单，500万的呢。准我有钱吼，嘛袂去即马甲伊讲。咱先看咱准人是毋是有气格。若毋是为着500万，你是条狗命，我甲你收起来。对，互你打电话讲伊要过来。莫相信伊，伊无可能会遮短时间传500万。 人家讲好，莫遐走。是。嘿，啊你撞就要撞倒，迄毋知人咧倒位，你哭哭撞足危险的啦。啊，毋是敢若约伫遮呢，拢无可能啦。伊甲咱约来遮，敢是要甲咱？哎呦！这会派人甲咱约来这个所在吼。 我想感的是因为这个所在视线较广阔，而且当看清楚，咱后壁有对警察来啊。你这个查某阁不只啊叫。陈总嘛，伊就是乌龙啦。你就是乌龙哦。喂，乌龙敢是你叫的？啊，无号名，毋是要互叫的。借问你是要安怎称呼哈？我无歹意啦，无歹意啦。你是啥？ 我要创啥？我船长嘛啦，毋是这船的啦，是阮迄船的招细船仔尔啦。这件代志是你要来打杂是？打无咯，毋是安尼啦。啊，我都有听好你话伫咧讲吼，较早准男生也袂晓想啦，讲伊拍落你的七仔啦。无啦，伊去做了迄落对不起你的代志啦。啊，有影伊较毋对啦，啊无歹意呢。 伊当伊是为着鼓励因遐个囡仔呢，拍着我的七啊，佮讲无歹意。我毋管你有啥物理由，要替伊讲真会使。500万先起来才讲。唔通安尼歹参详啦，你莫安尼为难阮嘛。免啰嗦遐济，钱有传来无？无啦。无钱拢假讲。我龙先生，喂，请你放走准人，这个代志我会来想办法，拜托你了。 我叫
讲你掠高俊人，承受这代志。欧良姐，丽玲，请你看在阮阿爸面子上，手势行过来，放高俊人走好无？好啦，看伫个我甲恁爸的交情，我放伊走。是讲迄500万，我共你。迄500万我互你。俊啊，你肯清醒好无？秋萍，你免烦恼啦，俊人敢小可外伤安尼啊，袂有代志的啦。我话，阮若要遮尔好，愿意替俊男做遮尔啊济代志，多谢你。我为俊男做这寡代志，是因为我亏欠伊。我再讲，伊是我的朋友，我为伊做这嘛是应该的。秋萍，你莫阁伤心啊，好无？啊，原来就是文华因兜迄个使用人，甲恁两个讲的哦。无怪哦，你和文华才会同齐来。吼，是啊，文华捌听我讲过阮阿爸甲欧良的关系，所以才请我出面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哎，好你诶，即摆俊男袂当救出来，拢是丽玲小姐的功劳呢。多谢啊，多谢。是讲哦，天公伯也嘛爱创治人，像恁老爸迄种人，竟然会生出你安尼这么好的查某囝。就是嘛，像你嘛，这叫歹德出好顺啊。阮阿爸对阮家所做的一切，我感觉真见笑。我向你回失礼。哎呦，啊你哪会安尼啦？啊代志也毋是你做的，啥物你咧回失礼？啊我嘛毋是当事人啦，我毋是被害者，唔通安尼，唔通安尼，吼。文华，啊咱俊男呢？要紧无？还袂精神啊，啊毋过我会做真好治啊，你免烦恼啦。丽玲，即摆代志足多谢你的。你免客气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啊对啦，秋萍，你毋是讲要到春天嘛去找志强？现在时间也无早，你较早去。哎呦，无讲煞袂记，都对，无紧来去，等下阵放假过去就惨。秋萍，你放心啦，我甲互你会好好照顾俊男啦。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。好啦好啦，无要紧啦，恁翁拢了解啦，啊愈解说愈会，吼，歹势行行。有时间就来阮遐行行，嘿，我来坐哦，吼。兄弟们，我帮你备茶。希望秋萍甲阮阿爸的恩怨会当慢慢啊化解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。命是缘分，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哎，过来，这合约书是要创？叫你投资做我股东啊！他你是对啊，毋对？啊，我是帮你介绍土地尔，甚至要招我？像啊，你听我讲啦，本来这个海岛游乐园哦，我是家己要独自经营。啊，毋过哦，我加拿大迄边一个游乐园哦，最近要开幕。我想讲到时我无得分心呢，想足久，我嘛想讲哦，招你来股东，安尼较适当。是安尼哦。是啊，秋啊，我是按算讲哦，到时你股啥若有够的时阵哦，这游乐园若完工了后，我想讲要互你去烦恼。啊，不但安尼哦，我赚的钱哦，还要甲你公家本。啊，这款条件才好，你还阁无啊？好啦好啦，哎呀，答应啦。哦，到时阵哦，咱来趁足济钱哦。哎，你做园长，啊我做园长妹妹，哎呦，偌好，你敢知？佮顶个大家都爱佚佗。你头啦，钱呢？秋啊，啊钱的代志你烦恼啥？我替你烦恼就好啦。无啦，什么？秋啊，迄是因为咱两个贴待我才要招你呢。迄别人钱贴比我较悬，我阁唔答应的呢。村长啊，有遮好的条件，免考虑啊啦。好啦好啦，哎呀，甲答应，免考虑，我来甲你摕你的影啊。不对啦，嘛海个，这代志这大条吼，等阮某等下来拍算。你是咧等啥物啦？你是一家之主呢，你无当做主哦。我一家之主哦。对啊，某是钱带大饼换，你惊啥？哎呀，影啊来啊，来，来，中下。你地大手。哦，来，啊，这本，来，赶快。地大手。你讲啥？
大手已经甲你签了啊！哈哈哈，安尼真好，一切按照咱的计划进行。哈哈哈，等，我拢有听。唔正搞啊！这个海家来办代志，搁这样搞啊！所以我毋才叫你去找伊出来啊。哎，这大手，啊哈春花，我等要看恁的好戏。哎，啊丽玲呢？人走去倒位？哪无看人？我唔知影咧。你唔知？你毋是早去陪伊出去？伊人去倒位，你也唔知？你讲，丽玲走去倒位？是要这样黑啦？当然走去倒位啦？哎，就去病院照顾高俊南啦。你讲啥？去病院照顾高俊南？伊是安去照顾伊？伊甲高俊南什么关系？讲啊！好啦好啦，我讲啦。喂，啊，你好大呀？啊，近来好无？咱真久无见面啊！啊，找我有啥物指教？啊？叫我过你遐，顺续将陈文华开发机票炸过。姐，欧良，我问你，你今日有法度加到这种场面，是啥功劳？当然是利用大你。当年若毋是你甲我斗相共，凡是我到即马还搁咧食无钱饭呢。你后记得我人情真好。也来我问你，既然你会记得我人情，为什么今日我查某囝为着高俊南，但是向你求情？你无要答应？你是毋是看袂起我查某囝？冤枉啦！我就是看丽玲小姐的面子上，才会放高俊南迄个查甫走。你还搁敢伫我面头前乌白讲？哪有啦？你若毋信啦，会当问振宏，伊有哪伫现场？你还搁想要辩解？既然你看我查某囝有气，放高俊南走，为什么你要摕500万的机票呢？乌良，你敢看我查某囝无气，等于就是看我无。我警告你，你毋通伤过摇摆。只要我警察局走一逝，莫讲你即摆场面，就是你的性命咧，你也保袂牢。将你的机票摕出来交我。迄机票是我，这机票安怎样？你真好大胆！敢讲你毋知影陈某因若袂当讲就是我好朋友？你竟然敢收因后生的机票？你明明我歹做人哦你！林兄弟，我无这个意思。好，既然你要订这张机票，少挣500万而已，我会再将机票交你。真龙，他机票摕来，我先送叫陈院长。是。以后做代志较谨慎，知影？是，林兄弟，我先来走。陈院长，阮等有交代，这张机票请你收回。真好，这张机票到底是？这张机票是你的后生开予乌良的。阮等的无意中知影这件代志，有乌良遐甲这支机票讨回来，叫我摕转来。这张机票是阮阿开予乌良的，阮阿为什么要开这张机票？是啊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代志是安尼啦，恁新妇以前的高爱人高俊南啊，有骗过乌良7500万。今日高俊南啊，去乌良掠去。恁新妇为着要救高俊南，才开这张500万的机票。什么啊？你讲阮新妇叫阮阿开这张500万的机票去救伊的旧爱人？竟然有这种代志，
手面烧到过分嘞。手边来啊，手边啊。啊，食饭未啊？有啦有啦，你买头就先食啦。来，遮坐。啊，对啦，阿嫂，安那，可要报告一个好消息咯。找到志强啊吼？唔是啦，是阿兄哦，甲海杰来签约啦。啊？你甲海杰来签什么约？海杰来招我开游乐园啦。讲起好的时阵哦，园长互我做啦，啊，赚的钱奖一半，啊，咱唔免出本钱哦，拢总伊还落。有影无影啦，哪有遮好康？有啊。伊出钱互你做园长，啊，咱唔免出钱，阁有通分钱。哎呦，海杰来较早看个1.66块，啊，即摆哪会遐栽情啊？咱赚到贵人啊啦！阿叔啊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人要做大事业安尼，到时阵哦，你唔若是船长嘛，阁是当娘呢。即摆讲伤早啦，啊，咱游乐园都还袂开咧。有诶，翁诶，有听诶吼。较早我出世诶时阵吼，阮老母就摕我的八字去用下，人讲我有帮夫运、地阴翁，一声我当娘若甲做落去吼，后摆咱哦拢甲食好肥肥，叫好推推，穿好水水，等阮翁倒来摕薪水。你嘛，志强代志即摆是有，哎呦，煞袂记，主要是为了志强的代志倒转来吼，安尼咱即摆就好好休困一下，再来计划，看要安怎甲找志强出来，吼。阿嫂啊，免计划啊啦，人老王哦已经计划甲好势安尼。老王哦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若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今晚变怎？照计划行事。走。阿嫂，这边啦，这边啦。你看，断条的啦。你无死，你无想我来当时，还给我家破人亡，我的性命！性命，我要为伊报仇！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。
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，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愿意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我有爱过。